继续来看桃园的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内底嘛，地动是摇甲真严重。加在早起发生地动的时阵，也未开馆，所以无人受伤。请记者纯佩来报道。 花莲发生7.2的强震，各地陆续传出灾情。位在桃园的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状况严重，不只是书籍通通散落一地，天花板的轻钢架也垂在地面，甚至也有书架跟着东倒西歪。还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。我们来听听点阅组组长怎么说。等到下礼拜。 整理完之后，再看情况，逐楼开放，往上开放。OK， 那看起来要花很多时间哦。是，需要学生一起来帮忙吗？学生因为我们那个轻钢架有一些毁损掉落的，不太方便请学生。早上7点58分发生强震，还好当时图书馆并没有开放。现在学校是先把4楼以上暂时封闭，虽然很多学生主动想要协助，但校方还是有安全的考量。另外，在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图书馆内也是一片混乱，位在7楼的期刊会定本掉落得很严重，也需要花一段时间整理。早上的时候，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开馆当中，所以还没有读者进来，所以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。最近我们比较好，之前是整个书架有倒掉的状况，那我们做了那个防震连杆，是921之后装上去的，就上面，所以现在书架没有倒，只有书倒下来。 点阅组组长初估有3000到5000本的书籍倒下，但是因为碰到连假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人力整理，而交大的校区图书馆也会暂停开放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